来看在屏东书院呢，已经有200多栋的历史。县政府当初时呢是开1亿外来修复古迹，嘛有规划这个空间。也毋过呢，自从这业者退租了后，到今已经空白半冬的时间啊，全部拢咧饲放。即马新计划呢是要求县政府来检讨，也若民政处是回应讲未来会调整租金，目前嘛有业者咧甲因联络。 对门口行入去，会当看到正莲花的水池，水池迄头是特殊中心，边仔是店面。我近看店面用铁链锁掉的，内底无人。这是屏东资源园区，屏东县府4年前开1亿外征收，嘛设店面互人租，一个月租金2万5。不过这间卖甜路的对4月就退租，空伫遮要半冬啊。屏东县新计划要求县府爱检讨改善。 人少安静，就还不错啊。就是有时候出来上厕所的时候，这边都还会坐人坐在那边享用甜点。县府民政处表示，其实资源平常时人袂少，不管是来散步也是来看册，只是所在无够大。原本的业者有家己的想法，县府和业者参详了后，选择违约退租。针对租金是毋是有较悬，民政处表示，若有新的业者，拢会使去讨论。因为他们生意不错嘛，他们需要大一点的空间。 客人来的时候才容纳得下。跟他们解约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有在招商，要享受在经营的一个方向哈。但是呢，里面的装潢呢，也要配合要改变。新计划的报告是讲，当初县府投入经费修复，煞因店头提早退租，相关的绩效评估做了无够，要求县府爱检讨。民政处回应，未来会调整租金，目前嘛有业者咧和因联络询问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